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阿燕呢？你做乜㗎？阿燕做，幾間來？你老唔講，你冇講好。唔係哦，你嘅網絡號尋到一個香港嘅米火茶嘅，佢講佢西北嘅火茶冇嘅哦，你咪就冇地方標嘅呢。真的假？係啊。唔記，有個南非洲嘅 EMU1200型嘅自強號嘅冇嘅嘛。哦好。按出地哦，你都把出皮，来。很久了，恐嚇我人啊！做米火茶做強真呢，天頭做得，錯嘛？係哦好，來講，幾多？站長，一條神仙真叫我停退了。9年23，什麼病？真見哦，無上無霹靂風發了。咋會落來？阮打開來去電影啊。哦，好。一條神仙，還望天鐵以前，因也行去搭병茶的，種好來，按用豬毛。是啊。還有種呀？你在天影裏買個茶？我講過啊。功夫。係啊。我老東亞嘅檸檬。哦，愛冇愛講啦，我同亞類茶哦，頭紅變到變上肚，聽講你變到一隻太平區，真拿出來跑到搖搖誒。綠茶並冇食過哈。
迄无说过啊，那有你安用说的啊？哦，网络互动哦，那你抖谁听听是猜哦。啊，你是你，你的哦，连个门都看不。哎，英比，快点过来！隔壁啊？你用没啦？是啊。奇怪呢。哎，你们在擂茶哦？是啊，要不要一起来啊？喝擂茶降火气。好啊，给一杯热擂茶。热擂茶哦。当然啊，热擂茶。热擂茶。哦，好。好。哎，对，我怎么都没看到人啊？哦，他们在开那个什么村民大会啊。啊，那你们不用去啊？没有啊，我宋梅就说，就是他妈妈啦，说我们小孩子去只是捣乱啊，那个长辈啊、老人家一定要他出马才说得动哦，说什么我们去搞破坏而已。差不多了，说的。真挺会吃哦，不是真的要喝哦。对啊。哦。真挺会小嘅嘛。奶奶滴啊。哦，那是冇哟。谢谢。夏天哦，就是要喝这种，才能以热止热。我觉得我还是加一点冰块好了。你知道我刚从日本回来，纬度比较高，很不习惯大热天的啦。哎，徐老师你要不要？好啊好啊。这种东西哦，如果喝太淡的话，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这样会太淡，一点味道没有。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哦，好，小的知道啦。对了，那个火车站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我这样想很久哦，我想你们应该很着急。有没有什么打算？用啊，为毛？啊，不够冰，再拿一点。哎，徐老师要不要？哎，唔可以毛你。不是哎。哦，讲客家话，讲客家哦。错，哎，总摆我堂到二楼嘅讲唔讲下法，哎，唔迄行人哦。唔喊你吼，都喊唔过。我喺度睇下講得講下吧，客語唔講下吧。誒，蘇妹，爸，媽，同揭落，嘅，因是會講下吧。伊迄行人啦。係啊，如果講下吧又唔講啊。哎，比迄行人哦。係啊。哎呦，我做手啲咧，我做手啲你迄行人咧。講咩啊？我有冇講過我咩黑人啊？你以前媽講你冇？冇啦。冇超過。竟用嘅唔講客家咯。係啊。冇啦，阿伯，我喺台北哦，冇買件飛講客家話，你講冇以後，養年燒啦。入邊無言要 sell 你啊！到客家種就愛講客家話，錯冇？你講下吧。好啦，講下兄弟啊。錯人啊，爸媽，嘅村民太妃有信息冇啊？噔噔 ，Q3先全民太連數。你意見以後啊，係啊我下做對我講。係啊，媽爸，喏，來發通嘅太閒嘅聯名發通，在老高鐵米火茶嘅春空下來聽數，我就唔信哦，記得哦，
韩干没有是安利的意见，错错错。系啊，哎呦，唔够输用干啥啦？无要紧啊，我做得哦，抢你的退课啊。我抢嘛你啦，因了要按说啦，好可怜，退课就冇。地方上做得做先生又其啥？哪讲？我做得，唔将就按用啦，莫去搞酸的啦。马哥啊，这么问我无搞啊？迄种按用做事情的方式喏，莫去搞咧。哎，莫上吼，阮披萨加讲啊，讲爱个咩哦？迄只模糊经验的先生。好啦，算太伤咩？阿燕的啊，你爸爸讲的咩错啊？你看，你该班有三岁的学生的啊，就迄三岁的那个希望，错冇？你做事情做一半，你用做欣赏咯。还有，那对迄个个阿爸阿妹，妈，去厨房搞迄死的啊！我早问下好生哦，像伫咧死皮计着，拍摆无嘛个用到的东西，是甲带个蔬菜，安泰事情咱嘛个都唔知。爸，哎喏，莫单餐老起啊，扣第3地度，10天够不？剩饭泡茶去做的，300，没有汉要先得位啊！阿燕的啊，你阿皮哦，叫我现得的哦。不能算用嘛。等一下啦，燕的啊，唔飞啦，咱总吼，其实伊关心查条呢，佢有写陈情书哦，我要分迄东方演员啊，今年吼，迄副局长来加下，三分的演员吼，要快摕啊。张总啊，你连名家吼，爱老阿姨有种的吼，做咧去隔壁站啊，嘿啊，好嘿，他赢了以后就要拜托陈总的。好啊，等有了年吼，就做咧本来演的来天数嘛，啊娘就袂顾好了味哦，啊假味阁无顾好，前面唔是爱吃这啦。嘿啊，阿错，阿嫂，我还没吃到安永做的呢。多做呀。张总，啊娘做的无啊？张总，阿 King 哦，张总。燕的，真的。唉，用的喏，无用的啦，有用的阿爸，你要叫用的无的啦。哼，唔是笑啦，你脸面嘅事情哦，交阮村长就好。爱哦，总为了你咩都好。佮佮用3年，伫个欠爱迄无？哎呦，没事诶，你用啥啦？就讲得是枪的啦。强，我的是我服了 you。哎呦，阿耀总啊，啊，你讲麻烦啊，那糖唔食了。爱讲爱腹肌啦。陈总，看你哈，就拜托你。好，很好。董事长，要帮你看一下。也系有关铁路的报告，系用飞机写好的。俺家做听我呢，系啊，董事长，也件事看来都麻烦哦。丰真集团3亿货茶山比买这还拉的嘛？你知道引飞下来用？你记个文章伫拄做对看出记个性格。话题一下就讲到重点，不过我讲佮请去关心听听啊。唔怕，你继续讲。这套报告给你，
佢講佢還有配規劃，太閒嘅事情，佢想愛傻傻做題。干啲家己愛嘛？唔清楚。有未完嘅事情，是甲咱一起做嘛？也做阿爸嘅全部做。姑嫂，會應該加點做下去啊！也想聽朋友，也就去太閒請佢講講啊，想辦法攞佢留下來。做得先啊，辛苦。冇啦，難蒙啦。不過，伊有意義啊。董事長，有件事唔知做點麼？冇啦，唔會受因為啲人哋太閒嘅高希望。也係問題哦，做麻煩。以後再好講。我聽說事情點都該過較好啊，唔是小安多啦。哦，阿福叔，哎，有新的哦。哎有，眼nhìn nào thấy không? 好，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喺邊度啊？哦，知道啦。好，冇問題。哎，阿福叔，哦，當年呢辛苦誒。來，食比茶。比茶，哎，劉英飛先生係咪帶啲啊？係啊，你嘅認下噶。哦，拿定。哦，點幾出來啊？啊，本來就做得嚟啊。做唔得，按叫做唔得。嚇，條牌就做得啦。規矩問題嚟做唔得。那句看我有規矩。凡事。我劉英飛啊，劉英飛不定啦。哎，要帶進來。要啦。來，證明下哈。來，廖宇，嘿，證明下。哎，攞啲料啊，見見啦哈。好，丸子食哦。好，唔愛。哦，嘿，阿燕咧，眼咩要？嘿，啲啊。哎，哎，嗰啲啊，啲咩嘢？哦。你聯名嘅呢？嚇，聯名信。條人講，阿伯說沒有這一錢嗎？啊，安子姐啊。加油！好，你望下啦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上來買啲東西啊。啊，建築雙年展嘛，我啲啊，佢有嘅原廣司吼，怎麼？有啲幾哦？我樣唔知佢啊。吼，你嘅講法哦，我知道你對阿社會形象有相當嘅偏見哦。嘿，但是冇按用上咧。冇按樣相就清好啦。真係，我人唔計較。原廣司我樣唔知啊，啲貨產味嘅全民公敵。你去外面看一下。好了，
板，5板出来，5板5板咯。啊，对吧？5板了，试试看啦，我。韩菜保姆，牛板，5板，5板。看到，啊，有啊，有卖车的哦。有啊，有卖车的哦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样拆迁的话，会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害？以现在的技术，应该可以将水位减少到最低。那台湾有这样技术的单位多不多4、5个是有的，而且不能涨。那就好。啊，不好意思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是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们只是来看一下车站的材质。哦，做这个研究工作的。对。你这个好不好吃啊？哦，我这个是道道地地的客家口味哦，包那个菜脯西的，很好吃哦。哎呀，要不要来？要一个哈。我要一个。一个这样。啊。感觉他讲你哎。啊？哦，那个他讲你啊？那这个哈送你吃的。哎呦，按排谁啦？哎呀，刚一块到亲切啦。按之谁？不，哦，你继续研究哈。好，谢谢。小姐。如果要硬要你财产验证的话，变数可能会很大。所以你也不赞成用价钱去跟他们拼了？董事长那边的事情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？如果他们要查车站的话，我们就给他们开始东西。看来只有这样。走吧。龙板、吹条板、风板、5板哦。天房啊！哎，天房，阿房姑啊！哎，天房，我老讲哦，俺讲，俺家己查条，看到3个哦，唔属是个有钱人，我啲货查条款图款式呢，我喊你个参详个，我让伊变家死买那个货查条你冇？哦，爸，快点！哎，听佢说讲，唔要啲了，嘟好。爸，有个网友老爱讲吼，有年我买安尼查条，最终收一单安样，贵得好着，也唔知系咪真的。嗨去啊！这技术讲哦，就当来让阿爸讲遐件事情嘞。我讲啊，甲遐啲货查条，啊看到个3个外地人啊，我哋东看西看啊，哦，个3到油脂满面，一看就知唔系好面啊！这个参详我要买货查条，嘿，带条系个什么了？吼，年都多了，食材又通起起面。参详我要我去变的。阿姐嘞啊，唔对个联名书，送来送出去嘛？送的啊。枪嘛人送个？出去高中咩？伊讲吼，留个语言有交情，而拜托伊也着啲个演艺费地度提下个安呢。俺落去请人高中。爸。这件事情就要麻烦你协助我了，毕竟时间有点赶，我对这个地方又可以说是完全陌生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帮你的，但是有件事情我感到十分抱歉啊，我的报告交稿时间必须要延后。哦。因为我前一阵都在忙联署的事啊。哦。联署的事情你也有参与啊？是啊，怎么样？你就要在梯逢，你单枪的管刑听听哦。我去关心啊，冇嘅系乜解？你看你这样用吧。哎，先生，等一下，迄个熊大做搞饭来，啊，雪糕做搞饭哦。会记吧？大丈夫。哎，燕燕。
这边的居民不是很多，但是他们还是常来这边聚会。这条溪呢是他们很重要的聚会的地点。真的啊？对啊。刘一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跟他在一起？喂，你那2个保镖嘞？保镖？你是说林律师跟郭建筑师吗？他们已经先搭车回台北了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？还拿根扫把干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要扫街，社区环保日，自身做起。对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庄维如小姐，种子基金会的执行长。那这一位呢是刚留日回来，徐耀宗先生，他的专长呢是观光。徐小燕小姐，国小老师，泰兴站的站长就是他爸。你好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耀宗，光宗耀祖的耀，光宗耀祖的宗。这是我手工做的名片，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啊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没有关系。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谢，我的荣幸。基金会，听说你是来打我们车站主意的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来这边看看，顺便跟英辉谈一谈。谈？你们想谈什么？啊，燕呢？啊，你们懂奇怪呢？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是不奇怪，但是很没有礼貌。韩坤，行啦。哒啦哩哒啦，哒啦哩哒啦，哒啦哒哒哒哒我们还没洗呢。啊，走，嫌臭。啊，这样多东西。哎妈啊，家己有炼乳啊。错啦哦，你冇想到。一天一后生。那牛哦，送嘛个绿茶。我一后生哦，拿出去比赛哦，听说会衣锦还乡的。那我就看嘛。迄咸臭就不能都绵绵落落的啊，你看嘛解？这边哦，这里在不发电啦。哪有？唔只来去走江的呐，绵白白。哎呦，迄甲拄到个什么哦？你按酱又按好，唔好那样，甜滋滋的。哎，只有种啊。啊。你个什么来了做乜嘅啊？見行見呀。哎，只有種啊？啊。你個什麼來了做乜嘅啊？冇聽錯過，佢係人家派落嚟嘅間諜，對冇？哎呦，你按酱了，那会落探带嘅？哎，迄个係唱幾十遍，哎呦，哎，聽咗都腳到記了。哎，先坐啲，兩位啊，一個哪？
嗯。做咧本来较歹条件免拍无？像那迄说咧，还忙走咧，听讲在分。油水无？今仔无去吹哦，体咸。啊，加菜本来就按用啊，加茶有饭就做得咧。啊，洗水哦，歹势哦，拄好无诶。水滚呢？啊，来一杯绿茶无？啊，人家的甜食说一杯要不茶，但很讲诶。也无水哦，也免唔想啉诶。算咧。破茶条，啊，看到个三个外体人啊，哦，这同款四款啊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样拆迁的话，那三到油脂满面，一看就唔免好人啊。赞成用价钱去跟他们拼吗？你个参详讲用买破茶条，得空你这样用吧。我只是来这边看看，顺便跟英辉谈一谈。是不奇怪，但是很没有礼貌。那。啊，是这哦。哎。哎。这什么诶？最近嘛爱基金费哦。系啊，去迄尾桶内落掠个种植基金费啊。咱老记得迄乡村的哦。还记得就抢个啊。茶摕个是嘛差别叫，系无？茶条。嘿，你个消息哦，一定通嘛。哦，真经迄米粉茶经验哦，下面迄家下哦，张堂仔都总是人来讲的。毋摕到较毋甜哈？毋甜啊。古所要茶摕个是，唔迄反对哦。做嘛爱反对啊？你爱好事啊，硬有人家着演好，硬听到要做好，硬上爱会有种的啊，啦，强好来天数啊。等一下哦，硬向咱去翕相啦，要强向来无？老英妃啊，你说你有够茶无啊？汉感情来了啊，有种天数，免拍房来啦，无资格用哦。我老唔讲哦，莫吃到全体球，你有死香香诶，还起起来喊菜啦，用个安尼妄加出家，哼！奇怪的西门诶，变面哦，像变数咧。啥条加哦，分用的啦。唔是按压多吧？九，唔快彈哦。
你爸妈下来给哦。家有你田多诶，迄边莫是痛到哦，肚子会痛哦。莫去甲伊3年，只有去河巴肚，到水洗身哦，对冇？伫福岛爱读刺身上嘅花，爱较乖条诶，读花认真读书。爸爸妈妈伫个南美洲。每3忙大兵，等赚到钱就转来。你爸爸妈妈哦，一向呢。当年个细号的哦，真经慢过的。迄讲哦，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做来了，迄娘讲哦，规种的照上照下，唔离要用的。唔离就好。南美人哦，讲法算法，哎，阿叔哦，再个教你数个好冇？哎，老公讲哦，唔借哦，还俩味哦，无分样啊。用的咯？用的，哎，还有面皮冇人用的，唔来俩味做乜解啊？哈？做香港嘛关心俩味关心叉条，结果咧，刘英飞啊，刘英飞，爱看哦，抢了一集哦，留有钱人看门的啊。你伫个讲嘛个法？讲嘛个，你心肝都低啊！用你还较欠的哦，脚肚哦，老人口控真的用诶，还抢的哦。留个叉条哦，大贪掠大贪家，人爱掠味的人，骗到你送你下。你做老法讲较清楚对的无？讲清楚，讲清楚好啊！从头到尾哦。你对啊，叉条无爱嘛个好心啦。喂，你了走，伪君子阴奸人。俺们国家相信嘛爱听来的人啊，我个田野调查。唔走，今仔就走。俺俩去凤凰民宿哦，无分两了种人啊。喂。真嘅莫名其妙嘛！
包菜不鞋哦，猪笼饭哦，菜条饭、鱼饭哦，猪笼，哎呦，这个做有可能我卡讲冇？冇呢，唔见睇啊？哎呦，你这大包小包的，你要飞起啦？冇啦，应该本人叫点出来啦。啊，本人叫出来呀？系啊，佢你下有为所好希望咯？还蛮清楚的。哦，蛮清楚。我老讲，我哋一点下可以见嗬，啊比上班迄个嗬，行下便嘅民宿。真嘅啊？哦，去哪位啊？我带你看啦，好唔好？哦。我嘅天数冇。唔是唔是。你見本人還好冇？坐定啦。一個唔係啊，3隻兔誒，留5隻雞，佔啲嘅龍嘅風，一啲都有幾多幾腳，唔會，我老講。像唔曉嘅門條嘅啊，還有天竺鼠啊，有冇？嘅門條嘅有2隻腳，天竺鼠有4隻腳。唔看你有幾多隻腳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像咁樣對嘛？來，下定好了。臭啊！啊，搞件吐司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威冇，我有動槍呢。嚇你好晒也強，我老人家冇效嘅，我因為搞我佢都唔效。冇啦。誒，溫嘢冇，我落嚟啊，撞喺兩個半條鏈。唔是冇限啦。嗱。哎呀，你來看另外一題哦。因為喏。這係乜嘅啊？爸爸媽媽嘅暑假過節咧，掠下我係4年生咧，好到啲度欣賞應教應讀。下課我會去火車乜嘅啊？火車鐵記錄係喎，唔好寫。我講我，個鐵記錄個鐵係，來，鐵記錄係鐵，按鈕，你看。來，常做啥？哎，涼啊！來，一邊。安主席。哎呀，是夏天嘛，啊，你們還常做啥？鐵，再過來係按鈕。英飛，哎，燕奶，有看到英飛嘅影冇？係帶好空嘅本機，真真。哇，嘅時節係你滿嘅嚴謹面啊，做乜腳照誒？乜解啊？唔撈佢腳啫喎，我真係滿佢細毛嘅事呢。哦，會盤條師本鳳鏘鏘。嚟拜託，
呀你哦，较真挚点好冇？看到讲什么像的粉切切，你等下你家做嘛个？你对冇？哎呦，莫对你暗犯呐！哎，饲有种啊！你较倾向着的吼，伊掠着哦，迄硬掠着去死对头呢，来买复查头的啊！我爱弟啦，弟，古所长的通缉啊，着深圳来，因坐下来，天天的同伊讲清楚。有嘛好讲呀？一片东一片西，继续无强杀啊！哎，是无唔记得咯？我深圳来，迄做嘛个啊？伯父罗三仙呢？爱弟啊，无因做同伊先讲情讲理啊，则无法度就用别个方法。我的，爸，阿叔，你起来。小子，哪有没挑事的？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这里凤凰民宿哦，不欢迎你们这种人，请回吧。我有一系列欧系的小火车，在国内啊找不到第二个人拥有的。你还是这么迷火车啊？好的啦，你后面查到啊，你要准听海奈啊。哎，你真你来的，我骗你呢。